砸烂旧西藏，文化大革命狂暴，砸大昭寺，究竟谁才难辞其咎？事实上，整个藏地被捣毁的寺庙岂止大昭寺一座。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在西藏周边的康地和安多两大藏区就有不少寺庙在炮火中沦为废墟。那是一种名为平息反革命叛乱的军事行为，中共军人为了镇压叛乱分子，而将寺庙作为叛乱的堡垒和据点予以摧毁。之后，在接踵而至的深入基层、改造思想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有不计其数的工作组发动起来的翻身农奴卷入革命的具体目标之一——拆寺庙。也就是说，所谓的拆寺庙，早在民主改革是中共于1959年之后在西藏实行的对西藏传统经济的革命。其核心内容是把原来属于上层社会的土地、牲畜等按平均方式分给底层百姓，从而摧毁庄园经济和寺庙政治等传统社会结构，简称民改。三教四清。1963年至1966年，中共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中是清公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在城乡中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期间就已有发生实施班禅喇嘛在1962年向中共递交的7万言书中说，民改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庙2500余座，而民改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只有70多座，减少了97%还多。对此，当局的态度如何呢？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上记载，1966年3月2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向中央西南局和中央统战部报告群众要求拆寺庙的问题，声称西藏有些地方群众要求拆寺庙，区党委统战部提出，对于保留寺庙和边境城镇交通要道上的寺庙，应该说服群众不要拆掉，群众愿居住的可分给群众居住。对于非保留的偏僻寺庙或将要倒塌的寺庙，若实在无用，多数群众又积极要求拆的，经县委批准，可由贫协负责，有组织的拆。这是一份值得重视的档案，从中不但并未发现有任何竭力制止群众拆寺庙的意图，而且有鼓励之嫌。另外，处处可见的群众究竟是些什么人，又有多少人呢？何以早没有晚没有，偏偏就在解放之后出现了拆寺庙的群众。1987年，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普琼次仁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承认，在1966年文革的前夕，西藏自治区境内只有550座寺庙开放，在1959年时，则还有2700座有宗教活动的寺庙。而当文革正式开始，拆寺庙已蔚然成风，那550座寺庙究竟还剩下几座？据有关资料透露，从1959年至1976年，西藏自治区原有2700座，实为2713座，庙宇仅只剩下8座。我在调查拉萨破四旧的情况时，屡屡耳闻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名字，如大昭寺最初被砸，周恩来下达停止的指示；1972年，周恩来批示修复大昭寺。又如按照各居委会须得砸烂各自地盘上的四旧的安排，位于布达拉宫下面的雪居委会的积极分子原本已冲上宫殿，领头的据说就是迄今仍担任居委会书记且为数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罗桑。又是周恩来下令禁止
在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的阻拦下，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虽有不计其数的珍贵文物不知去向，古老的精美壁画被覆盖上毛泽东的语录，积攒数百年、财富不可估量的2大金库被搬空，但总算是未遭灭顶之灾。那么周恩来在西藏文革中扮演的是一个抢救西藏文化的角色吗？由海外学者宋永毅等编撰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中收录了周恩来1966年10月15日在北京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西藏学生时的谈话纪要，其中有这样一段：西藏的宗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政教一定要分开，喇嘛制度一定要打碎，因为喇嘛制度严重妨碍了民族发展。为什么解放前西藏、内蒙的人口逐渐减少？就是喇嘛宗教制度的影响。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小喇嘛。但是破除迷信则是长期的，迷信思想在没有新思想取代之前是一下消灭不了的，这是长期改造的事。现在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但庙宇是否可以不打烂，作为学校、仓库利用起来？佛像群众要毁是可以毁一些，但也要考虑保留几所大庙，否则老年人会对我们不满意。这说明之所以制止红卫兵和积极分子砸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并不是出于对西藏传统文化的珍视，否则整个藏地那么多寺院被砸，何以不去阻止？况且相当部分的寺院是陆陆续续在几年之内，甚至早在1950年代中期就被陆续砸毁。如果真要阻止，至少已经有效地使用过那种由上至下的指示，加上荷枪实弹的军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应该说，真实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老年人会对我们不满意，而是出于别的顾忌，如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等等。周恩来才赶紧下令阻止继续破坏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因为谁都明白这2处象征着什么。或者我们可以不去探究周恩来与西藏文革的关系，虽然在文革期间为解决西藏发生的问题，他先后16次接见西藏军队、地方负责人和群众代表，做了很多重要的讲话和指示，但他毕竟远居北京的庙堂之上，比较而言，他的作用远不如坐镇拉萨的中共官员更大。意味深长的倒是今天西藏官方的态度。采访中，一位藏族学者对我说，在2002年西藏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格萨尔死时1000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上，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金龙后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到会讲话，谈及达赖分裂集团在国外宣称西藏的传统文化遭到破坏，他非常生气地说，国外总说我们破坏了西藏文化，砸了多少寺庙，可是难道是我们吗？是解放军去砸的吗？是汉族去砸的吗？现在不过就是拿文化的问题说事嘛。听上去这话振振有词，言者也理直气壮，可若要深究，难道确实是这样吗？明明是生杀予夺的当权者，却如此洗刷自己，俨然置身其外，究竟是谁才难辞其咎呢？一位住在法国街上的普通居民说藏族人自己砸寺院，有没有这种人呢？有，不过很多人是被迫的。总的来说，这个责任还是在于政府，
政府若要制止的话，是完全可以制止的。比如像阿沛，群众要斗他，但是中央要保他，还不是保下来了。所以只要想保护的话，完全可以做到的。你有那么多军队，你派军队去守着，谁还敢去砸寺院啊？谁也不敢去。事后放马后炮，谁不会啊？一位任在职的当局官员丈人对我说：是的，如今说起当年那些人砸寺庙、斗喇嘛，会觉得那些人太坏了。可是在当时没有人会认为这样做很坏，当时是鼓励这样做的。人们听说必须这么做才算是革命，就这里去砸，那里去斗的。当然在过去是不会有人这么做的，自己家里都有佛龛和佛像，没有哪个人会想到有一天把这些全都砸了的。可是政策下来了，从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到居委会，政策就这样一层层下来了。如果不这样动员的话，怎么会乱成那个样子呢？没有一个人的心里会想到要去砸这些的，心里是不可能有这些想法的。至于说如果不是中央下令保护，早就砸光了之类的话，若真的是要保护，就应该派军人，当老百姓去砸的时候，告诉他们这是被保护的，不能砸。那么有谁冲进去砸呢？谁都怕解放军啊。1959年解放军一开枪不就是平叛了吗？可是并没有这么做嘛。而且要知道，大昭寺在文革时变成了解放军的猪圈，这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客观地说，鉴于当时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各种类似事件，如汉传佛教的寺院、道教的道观、儒家祖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都被视作施救而遭捣毁，其他少数民族的宗教场所也属于革命的真正对象，如蒙古人的寺庙、回族维吾尔人的清真寺等。应该说，破施救是一场把所有非共产主义的文化都当着旧文化而加以清除的运动。西藏传统文化更是被视为旧的不能再旧的腐朽文化，自然难逃此劫。但是不同于许多民族的是，在藏传佛教的传统中，那种对于宗教圣物、法器、供具的重视，不仅仅出于满足普通信众的偶像崇拜，更是提升修行者在具体实践中不可缺少的辅助物。为此，在藏地往往是寺院积累了千年来不断增加的财富，这些财富都体现为那些不计其数的圣物、法器和供具，凝聚了一代代藏人潜心向佛的精神。虽然藏地人口并不多，但1950年前，藏地全境，即包括分布在今西藏自治区及四川省、云南省、青海省、甘肃省各藏区的6000余座寺院中，不计其数的宝藏却相当可观。可以这么说，从物质方面的损失来看，可能没有哪一个民族会比西藏民族因为革命而遭到的摧毁更大。仅举一例，文革时期，拉萨设有2个巨大仓库，专门堆放从周围寺院没收的各种施救。一位曾在西藏军区汽修厂工作的藏人告诉我，为了给军队的汽车配置零件，汽修厂曾从其中一个仓库一次提取了4吨金属佛像、金属法器、金属工具等，将之融化锻造。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
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经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